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礼拜开始进前呢，邀请大家来安静咱家己的心，安静家己的灵，放到家己来到主的面头前，来听候伊的声音。让这条时光来准备咱的心。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后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后听你的声。我会保听我心所听，放任家己我领走。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后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后听你的声。我会保听我心所听，放任家己互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只是邀请大家来为几项事来献上祈祷。大先，咱要来感谢讹到咱的主，因为伊是信实的主，伊是听咱祈祷、赐予应允的上帝。就邀请大家这时，咱来数算咱生活当中的恩典，来用祈祷回应咱的主。请把提名感谢你，感谢你。咱嘛为着家己来祈祷，请大家来思想家己的家庭、咱的工课、咱的课业，甚至是人际关系。咱可能常常会感受到家己的软弱，但是咱所信的主，就是会伫咱的短少当中来显明伊的完全、伊的权能。请大家来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献上祈祷。请主将我所烦恼的代志，我嘅欠亏，留献就伫你头前。求你，是求到我们大家，你信心，做我看不起，不管徛伫大所在，我要徛稳。
嘛为着咱所爱的福强教会来祈祷。犹过2冬，咱的教会就要来迎接50禧年，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嘛是一个面对侪挑战的时刻。邀请大家来为着家己所关心的各项事工来祈祷，尤其要来求圣神带伫咱的中间，互咱有同款的意向，全教会会当合一，来往一个目标来跑走，咱来祈祷。请主感谢你，多多赐恩祝福咱的教会，互阮来到人，是特别一个社会，一个社区，来真侪你的作为所在，真侪求主，求主继续来引导阮教会各项的事工推动咱的网站，都听你耶稣以爱。伫咱教会中间有侪牧师，有校牧师、社牧师、节牧师夫妇，甲中职、甲服侍团队的同工，侪的小组长来委身伫教会的事工。这是邀请大家来祈祷，求主不只照顾因的属灵性命，也看顾因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代志，互因服侍拢无阻挡，会当享受甲主同工的时刻，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所有上所做所夫妇，在这里同工为先伫咱的事工里头，感谢你，互因有野心，恳求你来天开导因的肉体的心灵。接落来，咱嘛为着青少年甲侪囡仔来祈祷，感谢主带领侪青少年甲囡仔来到咱的教会。咱们也求主来看顾遮宝贝的幼群，因伫学校的课业甲同学老师的关系，甲父母的关系，甲信仰的关系，伫侪方面都大大得到咱主的祝福。咱来为着青少年甲囡仔来祈祷。感谢你，带领侪青少年甲囡仔来互阮当照顾。最后，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施恩祝福今仔日要讲道的夏牧师，着使用伊最稳定的器具，嘛，互听着信息的咱大家每一个人拢得到祝福。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信心在中间，你大大开的心。
起来。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我要大大来感谢你、学乐你，求你大大开阮的心，开阮的嘴，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拢来得到祝福，来得到对你来的感动，嘛开下无输的嘴，互伊所讲出来的，拢会当互阮有领受，啊得到咱生命的祝福。真侪阮生命的帮赞，求你甲阮三个弟弟，你的圣神就伫阮的中间。阮的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阁来用这条歌来伫最面头前来献上咱祈祷，我的心。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母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领带。你是信心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挽回放下我，令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你是信心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领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挽回放下我，令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所以咱站起来，大声来拍手，甲你隔壁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坐伫遮，倒回来敬拜。大声
啊，咱专心，我们专心，而乐咱的上帝，阿妹吗？专心感谢，专心而乐，天地你的梦，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短的过程。你来面拢无挂路，喜乐满满，常常感谢，记得无算，望在你里，我要专心而乐，跳舞专用你名，你的天地，你也会的世界真理，我要专心而乐，天光而乐，更美而乐，我要专心而乐，你永无算。用力量，地理的意志力也过的世间天地，我要专心而乐，天光而乐，更美而乐，我要专心而乐，你永无算。我要专心而乐，跳舞专用力量，地理的心而乐，天光而乐，更美而乐，我要专心而乐，你永无算。哈利路亚！今晚咱唱信息303首，我要学乐你。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力，我要多用力去了大观念，归零更你生命。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力，对你要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心听你，真心尽力，我要保养你，去表达观念，为应更你生命。主，我真心听你，真心尽力，对你要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
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学了天顶的主，我的上帝，因为你奇妙，你恩典，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你赏赐人类有对你来的活命甲形象。主，当阮认捌你的时，阮就知，我要学了你，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也互阮也专心来服侍你，互阮对你找到人生的喜乐。拜阮的上帝，阮是受恩、受呼召、主你的百姓，所以阮来到你面前敬拜服侍，是因阮要甲主亲近，领受对天顶来上帝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看顾，以及你的教示，互阮知，阮是上帝你宝贝的囝儿，阮一生要服侍你，所以阮伫这个主日。同心聚会，唱出俄乐的歌声，用祈祷摆列伫主你的面前，将阮的感恩、阮的认罪、甲阮的祈求摆伫你的面前，也通过你的话，阮要做伙来学习甲吟味。愿主你的圣神将阮保守今仔日的敬拜，阮大家人拢对你领受到属灵的智慧甲开力，荣光你，也为你做见证。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有缘徛地，同心来纪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属地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面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好活，永远的王名。阿门。请坐。启用，请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26篇，诗篇111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的天父，你是天地主。你是万项好事好美的源头，你的作为奇妙伟大，我们感谢你。你的名伫全地是何等的水，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向你跪拜。伫神的主日，阮来到圣殿吟诗、祈祷、敬拜。
用诗歌表达阮内心对上主的渴慕甲追求，用祈祷向主讲话，心神得安慰甲主相结连。透过敬拜，帮助阮接受你至圣真理，认捌上帝公义、圣洁甲审判。恳求主即时帮助阮放下所有心思意念甲烦恼，掠主上帝做阮敬拜的中心。将至悬的荣耀拢归伫你，独独来敬拜你。人民人的主上帝，恳求圣神亲自来感动阮，因为若毋是出对圣神的感动，无人会讲耶稣是主。当阮互圣神感动，阮就知影阮家己是有罪的人。看见家己的光景，嘛知影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拯救阮的性命。阮深知家己的罪甲过失，带着谦卑甲诚实的心来向主悔改，求你怜悯赦免阮，赏赐阮力量，离开一切的歹，行义的路。特别伫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愿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的脚步徛在无摇动。恳求你开启阮的眼光。拍开阮的耳孔，通来明白你的旨意，照你的心意甲形象来活。亲爱的主上帝，既然谈过主恩典滋味的人，拢知你的美神，你是美神的主上帝。求你管教阮的灵魂，互阮的生命幸福伫你。恳求圣神来光照阮，引带阮进入真理，用诚心的。诚实的心神，互圣神感动，真心来敬拜你，领受你真理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得到偏离你的道。感谢主，伫48年前兴起一群听主爱主的牧者会友，伫你的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留下美丽的服侍脚印，因为因的好所行。诚做阮上水的祝福甲养分，何等恩典，咱通做伙伫富强这个疼的大家庭，诚做无血缘关系的主内兄弟姊妹。阮也要学习老富强人的精神、信仰的典范，借着团契、小组、团队的宣教事工，将这份属天的疼甲救恩来分享出去。愿主的囝儿所经过的脚印，拢通成做主的旨意所成就的所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一样，互人人拢通得到福音的光照。愿主祝福今早起的聚会甲敬拜，愿将一切荣光拢归伫你，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恭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2位的圣经，要邀请各位兄姐咱做伙来共读。第一位圣经记载伫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5节，请。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予你一世人满足，予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勇壮。第2位圣经记载伫彼得前书2章24节，请。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用罪死，用伊来活，
对伊的受伤，恁得到医治。圣经读到这，愿主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赞美请女士班所要献的诗歌是伫主的面前替你祈祷。吟诗后，请合牧师讲道。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请咱恭敬来领受。
大声，带咱来敬拜上帝。伫咱艰难的中间，咱会记得有人替咱祈祷，咱也替别人祈祷。真感谢主，咱今仔日伫风台要来的消息进前，咱主赏赐咱好的天气吼，咱真自执，而且来敬拜上帝。顶礼拜煞颠倒落雨，真侪兄弟受阻挡，所以上帝今仔日用好的天气，互咱大家同心自执，愿主亲自祝福咱今仔日的聚会，互咱所有的敬拜归荣光伫伊，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互阮做即个时阵同心自执，又特别领受你恩典，也要来敬拜阿罗你，来领受你天顶来的祝福。愿主你亲自祝福，互阮知影你的话诚侪活命的美娘，互阮得到快乐甲信心。愿你的话诚侪阮的帮赞，日日所行的准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日咱要三个分享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这个主题咱分几摆做伙来学习吼。咱拄则有读3位的诗篇有一位诗篇，搁一位美德真书，咱等下会当来做复习啦吼。咱在座兄弟姊妹有真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有真侪是对细汉就来教会。当咱假做一个基督徒，你家己自认为你的身份是甚物？你到底甲一般伫社会的百姓但讲人来来去去，遮个人到底有甚物差别无？有时咱感觉即个都毋免问，毋过有时你家己问的时阵，你对家己的自我的了解检测有一寡所在你无去注意到。今仔日牧师要用圣经的话，甲咱来学习提醒即个足基本上关键的部分，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你安怎认定，安怎身份安尼吼但先咱了解。一个基本的特长就是，基督徒有尊贵的身份。你有家己这款的认知无？第一，咱是受主耶稣保护、所赎回的性命，是珍贵的，是付出代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有上帝的形象，咱是上帝的囝儿，是伊的囝。毋是伊养的，也毋是对外面捡来，是真真正正是伊的囝儿。第三，咱诚侪伊的囝儿带着使命，就是咱受呼召做上帝的使者，咱负责有传福音的任务。这也就是咱教会，咱这几年咱有形的组织，亲像幸福小组；无形的咱鼓励会友去招呼引带你的朋友、亲情、你的同事你的厝边来认识上帝、传福音的任务。这个咱基本上是知啦，但是知要安怎真正深深定根伫咱的心内，这咱都要有真好的准备，因为咱活伫这个俗世的世界，意思是，那基本上，咱应该是大家人拢这款身份，唔免搁讲真清楚。但是因为咱互这个世俗所压迫，这个俗世的世界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就对了。你有形无形你拢互污染去，观念受污染，你的想法、你的态度受污染。所以，大概是这几方面，咱看一下就知影，这个俗世文化甲价值观的污染。咱台湾的社会，真侪流行的想法，也是大家感觉理所当然的事，嘛影响到咱大家。另外一个是，迄个黑暗势力的搅扰，常常受到影响，互咱无迄个决心，也是无迄个气力来行出基督徒的身份。搁较一项，因为咱还阁是属于有罪的身份，意思是咱有迄个认知，咱是受拯救的、受救赎的，但是迄个血的内底，犹原是迄个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心灵上
才会内在外在，像咱头前即两项俗世文化，也是黑暗关系，甲恁搅扰。所以，互咱迄个原来是属伫上帝囝儿迄个高贵的身份，煞受污染去啊！有时就是讲啊，我著破破都安尼尔啊，无啥物差别，甲一般人无啥物差别。啊，即个影响就是因为咱人伫罪的光景中啦。咱人是伫有罪的光景中，所以伫咱俗世的世界顶面，当咱要认知家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常常有真侪的污染、搅扰，啊，甚至有人甲伊称呼讲，咱去染到迄个致命，就是讲哇，迄危险，迄个属灵的病，迄个属灵的病，啊，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病呢？就是咱内心常常有意无意，也是唔知影、不自知的对啦，引起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当你有负面的自我形象时，你唔敢甲人讲，我是基督徒。你伫负面的形象的时，你唔敢甲人讲啊，我会为主做见证。你有负面的形象，你会想讲，哎哟，大家要食饭吼，我祈祷甲人足见笑、足歹势，因为你基本上你就对家己基督徒的迄个身份无够自信嘛。啊，人安尼，咱伫社会、咱伫生活中，迄款负面的形象会影响咱的思想，会影响咱的行为来产生安尼。因为咱伫罪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因为两边的大战引起整个欧洲的社会迄个整个的思想产生真大的冲击啦。因为人竟然有遐尼严重的破坏性，用战争互遮侪人来死失，所以迄阵有足流行的一种思想，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那简单讲就是讲，好亲像在描述人吼，敢像一个伫绝望的中间就对。人类伫罪的中间，伫绝望中，感觉过是无意义的生活。啊，所以真侪存在主义的即个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伫甲人讲啊，咱人吼无效啦，犯罪搁再犯罪，做歹搁再做歹，对落搁再对落，啊，所以出名的存在主义的神学家叫做齐克果，伊讲一句话，伊讲吼，迄个致死的疾病，就是讲迄个会防死的疾病是啥物病呢？毋是咱身躯的细胞毋好，还是讲咱染到啥物细菌？伊讲是绝望啦，绝望会变做致死的疾病安尼。一个出名法国的即个思想家叫做卡缪，伊有写一本册叫做《异乡人》。伊伫个册有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伊讲人生无啥物意义啦，啊，这宇宙嘛，足无啥物合理就对啦，拢是较负面的话。啊，才会充满伫即个差不多战争后壁二次大战遐个时间，咱知迄个时代，即个存在主义，差不多比牧师较侪岁，遮个年纪吼，真侪人足爱读个存在主义的小说啦，存在主义的册，因为人真苦闷就对啦，无出路。啊，上会当描述到人伫绝望的境界的下面，就是伫创世纪3章17到19节，就是讲，甲即个原始人的无意义，还是讲无愿望的状况，就是亚当犯罪受赶出龙迄个状况。即个状况吼，伊安尼写，主上帝对亚当讲。你既然听趁你的母的话，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着一世人劳苦，才会当对土地得到食物。土地要因为你发气皮，甲一个，你要食野地的菜色，你着汗流满面才有通食，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捏造的，你本是土粉，嘛要归入土粉。上帝一个宣告，人类的状况就是变成即款劳苦、流汗要变土粉。
这是上帝宣告人类因为罪所带来这个绝望的情景，就是一直一代一代伫人类的社会中间。所以对亚当犯罪对倒以来，人类亲像讲，互迄个罪的病毒所感染，所来合制，安尼就对。这是咱简单讲起来，迄个描述人类的状况。有人甲伊归纳起来，就是讲人类所带来治疗即款疾病即个罪病毒，伫咱人类的社会，什么款的产生，什么款的现象，大概有即几项，就是讲，好像即个罪病毒，互人中毒啦。中毒的意思就是讲，人有迄个无好的习惯，伊感觉讲我拍拼嘛无路用啦，所以一寡歹的习惯就养成啊，互罪迄个歹的部分来捆绑，有情欲的捆绑，甚至搁较对倒，也是讲无够意志力的，就变做食毒、活搅、啉酒，受即个物质的欲望所绑控制，迄叫做一种中毒的自我形象。这是人类普遍的现象。第二种现象是感觉我是不幸的现象，不幸的自我形象，感觉家己一无是处，无值得人疼。特别咱也注意看到一寡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家研究，咱人对细汉伫家庭成长，迄受家庭也是你的环境影响有够大。咱看去社会有真侪后来变做是杀人犯的也是违反社会迄款性格的。咱甲查落去才知影讲因为细汉成长无幸福嘛，也是讲活伫单亲的家庭，活伫无完整的家庭，也是家暴的家庭，所以就引起因对即个社会的一个厌恶，甚至后来发生真侪攻击的案件，拢是因为安尼，感觉伊是不幸的，无人听我，所以伊对人拢有种敌视的心情。第三就是咱常常会拄到，就是有迄个病痛、患病迄款的自我形象。你惊吓，你想讲这也毋知食这会引起安怎？这个环境会安怎？我会拄到什么款病症无？常常家己真惊吓，就是讲无迄个意志力，来勇敢宣告讲我是受圣神照顾的身体，常常有迄款肉体病痛，迄款的无意志力的。佮最后一项是失败的自我形象，感觉讲我较拍拼都无效啦迄个丧凶的灵伫咱人的中间，人讲自我自行残碎迄种意思。别人安尼遐尔经济遐尔好享受，我无我的份啦，无路用啦。有人去考察即款的国家，讲伫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智利智利这个国家，这个智利国家足趣味，伊就是一个安第斯山的西边规抓长一个国家长就对啦像一尾蛇安尼有人甲考察讲，这个智利这个国家的人民拢真丧凶，真歹过日，因为较早是受欧洲的殖民嘛伫迄个所在呢，真侪的百姓感觉无有任何的自信。人考察讲，原来这个智利因的铜矿是足丰富的，迄若要开采开采袂了啦。但是一般拢感觉因非常的丧凶，无有甚物款的发展，甚至定发生政治方面的变动。另外一个国家嘛是南美洲的巴拉圭，这个巴拉圭听讲因满山遍野拢有迄款一种亲像咱台湾的番薯迄款的食物啦，就是迄根乌起来，拢会当做
做三顿来食的。啊，有人家称呼讲这是巴拉圭的玛纳，因为迄个筋若乌起来，你若无随食，过一两工就歹去啊，袂接一啦。啊，人家伊靠这迄玛纳，但是遮尔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巴拉圭这个国家嘛，定定有迄个迄个变乱，也是讲迄个无有迄个自信。事实，即款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自我形象。咱莫讲别人，咱台湾有诶时阵是安尼呢。咱知影讲，咱台湾啊，都对38年了后，台湾的社会煞变做互国际所孤立起来。所以咱台湾人，我感觉讲，咱国际咱头入袂起。人问讲你倒位来啊，拢歹势讲。啊，想讲你台湾啊，看做台湾比做泰国，台湾比泰兰安尼。有一段时间，你会记咱细汉的时阵，定来看迄个少棒队去美国拍冠军有无？大家足欢喜，因为感觉讲足有助的啊！看到咱拍冠军心内有够爽快，就甲透棒安尼。台湾人一段时间是真正头壳举袂起的，因为咱受国际歧视，搁受中国的压制。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来，大家感觉讲出去外面人看到你是台湾的护照，甲你讲，你台湾来哦，我说眼光无相像安尼，对毋对？啊，去日本搁较无共款，人看到咱台湾来加我甲咱感谢的。啊，所以台湾人的形象，特别是疫情了后啊，搁台湾加上这高科技对世界影响，哇，不得了！你看世界各国开始咧对咱台湾重视啊，在替咱讲话啊。啊，你敢毋是讲，咱有时咱感觉咱台湾都也无啥物物产啦，啊，伫世界输人啦，迄款的自我形象常常嘛是伫咱迄个失败的观念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当咱知影即个普遍，咱有可能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即款的影响，但是咱更较重要的是讲，咱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咱一代、两代、三代的基督徒，你无甲迄个上基本自我形象建立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虽然对人来教会礼拜，我咧吟诗学乐，但是好像就无去摕到迄个上重要。咱讲，咱的基督徒上重要迄个基本迄个武器。有时咱台湾话真侪，迄个话咧甲咱提醒啦有人讲哎哟，这半信兄半信兄，都有来礼拜，到底内底道理捌偌济毋知，叫做半信兄。嘛，另外一种话叫做道理精。你叫伊讲道理讲啊比牧师较高，但是行为讲话行做无感觉伊是基督徒。所以较早咱是大人来讲囡仔读册无认真讲你甲读册读啊加只拼安尼咱基督徒千万毋通讲哎哟，甲咱圣经排咧加只拼咧。这个是咧，我想这个话是咧甲咱刺激讲你到底有真正重视你家己基督徒的身份无？所以要甲咱三甲勉励，就是讲，上帝赐予咱这个宝贵的礼物，就是新的生命的自我形象，咱来甲伊克掉咧。咱即马有咧做文图学校，头一期的，就是拢总17课，都是咧甲咱讲这个。所以你若有上过这个课，你就知影牧师咧讲，我了解。因为这个就是基督徒上基本的自我身份的认定就对啦。所以这个新生命的自我形象呢，咱若对这个话了解，咱就要好好来接受。开宗明义，保罗的宣告，咱熟悉的经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无论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现在台语。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这是基督徒开宗明义讲，你是毋是有新创造的人？你是毋是一个有得到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先自我认定了后，你就知影讲，以前迄个罪属乎罪颠盘的我，已经毋是，无过再是我。咱最近在幸福小组的时阵，有真侪咱的
这信息分享的同工，拢一直咧强调这个圣经节。安尼什么意思？咱基督徒甲社会一般的人，大家人拢嘛是，人讲身体状况，大家嘛讲共款意思啊。但是差别是差伫遮，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无？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的有这款的理解，就是对箴言4章23节讲的，讲你着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什么意思呢？箴言这节经节，就是咧甲咱讲原来我是基督徒，你毋是，也是一般的人的中间，到底差别伫倒位啦？你食饭我嘛食饭啊，你穿插我嘛穿插，台湾人行出去送无共款，差不多，但是差别伫，因为你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对心来发出。我真爱这段格言啦，这段话。嘛是甲箴言共有意思的。伊讲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因会成做你的言辞；小心你的言辞，因为因会成做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因会成做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伊会成做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因会成做你的命运。兄弟姊妹。咱若这话无一定全部拢记的啦，但是你注意来看，小心你的思想。基督徒的思想若偏差，若无清楚，若无甲圣经相结连，你后壁会发展就会有偏差哦，迄路就无共款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坚定咱家己的形象。伫主耶稣内面，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基督徒的新的自我形象，伊是讲本来是犯罪、是不义的、是歹的、是受绑杀迄个老的我，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赦免，并且被称做义。这好像就老掉牙的话，但是却是上基本上要紧。咱拄则。有做伙纪念使徒圣经，咱咧上文道学校，就是一直咧甲咱强调，你要有这款的思想。现在咱来讲强调呢，因为咱人活伫这个三度空间的世界，三度空间就是讲，咱都徛伫台湾这个社会，你我大家拢共款，你爱去买菜，我嘛爱买菜；你读册，我嘛爱读册。交通骑车，开车，大家拢做伙共款嘛。伊做伙共款的中间互相的影响。但是基督徒爱加上一个新的规律，是主耶稣基督迄个灵性的规律、属灵的世界的规律，影响我这个俗世世界的人。三度空间，你我大拢共款，无共款的是，我有上帝灵伫我中间，有圣神伫我的中间，有迄个属灵的世界在影响我，在指导我的人生。这就是基督徒自我形象上重要的来源。咱伫世上受到藐视、卑微的人，会因为甲主耶稣相结连，来产生生命的转变啦。意思是讲，你我大家拢伫俗世的世界，有罪，你有罪，我有罪，大家拢有罪。但是，敢若差别是伫因为，咱原来是受绑杀的，总是因为咱甲耶稣结连。请记哩，甲耶稣结连都无共款啦。有几项事例真趣味啦吼！这个是美国的过去的总统叫做甘乃迪真出名，因为伊少年还阁烟斗所以做总统的时像明星共款。伊选着总统就任啦吼，就任伊用手写一张稿得讲稿，因后来伊互暗杀嘛拍死。一张讲稿吼，怎互人家留起来，去拍卖啦？拍卖啥啦？卖出134500块美金。意思是讲吼，就这个出名的总统所手写的，这张纸吼，你嘛咧涂鸦，我嘛咧涂鸦，咱纸要互人无爱滴咧，人这张纸卖10几万美金。
咱真出名的即个西班牙的画家吼，毕卡索，伊用5分钟简单画一个素描，像囡仔涂鸦安尼啦。但是用一栋楼仔厝的价钱卖出去。我讲即个意思是，互咱想讲，白白咧画图，白咧写字，啥啦？即款人出来就无共款，价值袂无共款。我上轰动的例子，大谷翔平。即礼拜大家讲全世界啦，爱运动的人拢感觉真出名。即个人，因为伊是日本的安尼超级巨星的对啦，棒球巨星安尼。若讲外涵的，你敢知？伊顶礼拜讲50粒全垒打，50支全垒打迄粒球互扣着扣着尔，迄粒球，即阵已经竞标105万美金啊！迄粒球若工厂做出来一粒，价价1000块好无？但是因为互伊讲出去，互人扣着，要竞标，有一个日本人讲，即粒球我一定要甲买起来，买转来咱台湾，话要转来咱日本，无就送互即个大谷翔平，因为讲50支的全垒打。甚至伊即马所属的球队迄个道奇因甲球场即个大谷翔平走4垒的迄骹打着的图挖起来要卖呢，一分4766块。兄弟姊妹，你讲哎哟，哪会遐含呢？人就是有人要买啊。安尼什么意思？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讲，咱基督徒的性命，若甲即个有气力的人做伙，咱就变做高贵的性命。而且毋是俗世的人，是咱的主耶稣。有一个小故事啦价值差异的故事，嘛咧讲这样事。讲你甲啥人白做伙真重要，你甲啥人白做伙真重要。即句安尼讲伊讲一支稻草，等伫街路就是粪扫，但是即支稻草白一捆白菜。就是白菜的价值。你若即球稻草去拔大闸蟹，咱食秋天到啊，大闸蟹开始咧卖啊，哇！你就是大闸蟹的价值。安尼什么意思呢？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讲，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一支稻草，但是我是要挖耶稣呢？甲耶稣做伙，迄个珍贵就出来啊！若无采你信耶稣，安尼就对。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赐予咱健康的自我形象，是你内心接受主耶稣，已经担当着咱的疾病所受的鞭伤、鞭拍，承受健康医治的信心甲自我形象。咱讲迄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中间一个是，我有迄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知影我属即个肉体的世界，有可能所食、所生活的环境会致到有疾病，但是我无安尼来累积，我有迄个信心，知影我是属主健康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小等的讲道煞，咱有要做一个医治的祈祷。牧师要借这个机会，甲咱强调，毋是讲哇，什么人甲你祈祷就有效，这是上帝的气力。但是你爱先有迄个自我形象，讲我伫主的面前是要得到医治的。迄个原来无应该有的疾病，上帝要甲我刷开的，就亲像讲，我知影耶稣一定替我担当迄个罪，迄个伊为着我受鞭拍。你有迄个信心。行来到头前，甚至你家己做祈祷拢会使成，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概念马太福音8章17节讲，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伊代替我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台语的圣经咱家己来看，伊个念较顺啦。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承担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病痛。第二位。佮甲咱强调《彼得前书》2章24节，今日所读的圣经基督亲自甲咱的罪带到十字架顶，互咱无搁再生活伫罪中，只为公义来活。对伊所受的创伤，咱得到医治。现在台语讲，这是应验通过先知
以赛亚讲的话，伊承受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伫遮吼，第以弗所2章6节，上帝已经互咱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军队，甲伊做伙国啊，做伙伫天顶掌权。这是一在即个经节的印证，讲咱是受主耶稣所救赎的，有两个小故事咧，甲咱讲迄个差别吼。一个故事叫做狐假虎威啦，一个故事叫做老鹰与小鸡安尼吼。这故事是咧，互咱印证今仔日的主题。狐假虎威，简单讲是讲，一只狐狸吼，无细字啊，去互一只足凶猛的虎甲缀掉的啊，压掉的啊。哇！这狐狸吼，狐狸甲迄个虎的重量差介多啊，命在旦夕。但是咱知影讲狐狸足巧，伊突然间讲，你坎呢吼，你也敢甲我食？你知影吼，我是迄个创造主吼，互我，迄是万王之王的囝咧，你哪会敢甲我食？毋信吼，你缀我行看觅。咱规个树林，你缀我行，看有人会看到我的身份无？这虎吼，猛是猛哦，头壳定顿啊！伊讲，无你手看觅来，做只狐狸就行头前，伊只虎对后壁。所有看到因的遐个小动物啦，遐个鹿仔啦，拢走啊，人讲离虎骹去啊！这狐狸甲伊讲，你看，好佳哉你无甲我食呢，若食你就真惨啊！你互迄个创造的主甲你刑罚呢？迄只真正点头讲好，做你去安尼。这就叫做狐假虎威的意思啦。但是咱知影讲，狐狸是巧。但是伊根本都毋是迄个身份嘛，原来是遐动物会惊甲四界走，就是后壁迄只虎伫遐，看到虎咧惊咧，毋是看到狐狸咧惊咧。这是一个假借身份的，但是另外一种身份的认定，就是咱讲迄个老鹰甲小鸡的故事吼。这是咱童话故事啦吼，狐假虎威吼，哇！大家看到只老虎拢走啊，毋知人去安尼。讲这老鹰甲小鸡吼，小简单的故事吼，就是咧讲一个囡仔吼，安尼真活泼，伊走去树林内底，去捡到一粒卵啦，捡到一粒卵。想这粒卵吼，介先吼，安尼要食无菜，无来甲补看觅咧，就甲捡转来厝，拄好。因兜的家母吼，拄咧孵卵，伊就当家母吼走出去外口食物件的时候，甲迄粒卵放落迄个树内底，互鸡做伙来甲孵，迄个家母来做伙来甲孵安尼，孵起来讲，这个卵拢迄个鸡仔拢出来啊吼，迄粒卵吼，无共款的，原来是一只老鹰啦，老鹰的卵，孵出来了。这只小老鹰吼嘛，甲只鸡仔囝走去外口的粪扫，伫遐咧捅糖啦，捅食遐树籽啦，遐个物件咧食。当一只老鹰吼对空中飞来的时阵哇！这只家母讲，紧的咪起来哦！所以遐鸡仔囝这只小老鹰嘛，佫赶紧咪起来。但是这只小老鹰吼，看着讲，哎哟！竟然吼，有迄鸟仔会当飞伫空中呢，若我会当安尼，毋知要偌好吧？伊个鸡仔的兄弟姊妹讲，你莫戆啦，咱就是咧冰土的，咧食糖的啦，毋通对人去飞啦，安尼。但是只老鹰讲，迄只小鹰讲奇怪，人会飞，我嘛要来飞看觅咧，就真正跳去迄个一个悬的所在，热风，哇！经过几遍吼。伊飞起来啊！到后来伊也知影讲，伊毋是鸡啊，伊是老鹰。这互咱什么意思？讲本来伊有迄款的本质，但是伊无认为家己是，伊认为家己是鸡啊。这是咧，互咱知影讲，咱人的身份真重要，自我身份真重要。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讲，咱无搁再沉溺伫过去负面的自我形象，因为诗篇103篇，拄则咱读的经节。真清楚地甲咱描述，
讲上主用种种水的米来满足咱，互咱青春常驻，健壮亲像鹰鸟。咱即个经节，咱搁来复习一个。103篇1到50讲，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就用全部的心神学落伊的性命。心神啊，全部吼，是安怎我爱学落，我爱感谢呢。第20节开始讲，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咧伊一切用的恩惠。30讲，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这是第一个恩典。第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来赐予你。第五节，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勇壮。咱基督徒就是爱有即款自我认知，讲我就亲像诗篇103篇，上帝所予我迄个形象，我是受拣选的，我是受医治的，我是受祝福的，我是脱离死亡的，我是要复到少年，亲像鹰鸟的。所以兄弟姊妹，无说用这个甲咱三甲勉励，有想讲，这个好像就是基本的道理，但是咱行了信主一代、2代、3代，咱袂记我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鸡啊。你也家己自我伫祈祷中、伫生活中，甲常常甲主讲主啊，我是你用重价所赎回主你的百姓。所以兄弟姊妹，咱用上帝所赐予咱新的身份来生活。第一个就是迎接新的身份甲新的生命，咱爱常常提醒家己，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我是受赎的身份，毋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对属灵的世界来拯救我这个三度空间迄个软弱的肉体，也是身份。第二，接纳佮疼惜透过基督宝血得救的家己，用家己自我新的形象来生活。咱知影讲，咱世间人吼，当你家己知影讲，我是伫主的内面是独一无二的，你才会感觉讲你是受重视的。像咱台湾人，即马家己感觉讲行路有风呢，出外吼出国护照拢感觉举来电拢毋惊，因为知影人甲咱欢迎。咱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啦。咱知影咱逐个人吼，5支指头啊。这指纹哦，竟然几啊10亿个人无一个共款。你会感觉讲上帝创造奥妙甲连指纹啊，甲你用无共款吗？啊，佫较免讲，咱讲目睭的虹膜嘛是共款，迄是独一无二，迄是上独特的。当你家己有自我即款身份认定的时，你才会当感觉讲安尼心智足坚定，无佫感觉家己是软弱的。第三。咱家己自我形象甲上帝观念是一致的，意思讲，我看家己甲上帝看我是共款的。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阁认为讲啊，我著礼拜日结来做一个礼拜安尼啦吼，啊，转去就共款啦，阁恢复原状啊。请你记得，伫你的生命中，你的自我形象甲上帝是一致的，你才会当用上帝疼家己，活伫幸福的生命中间。咱后礼拜会当阁。进一步来，甲咱分享讲安怎来行出这个自我形象属于上帝恩典的自我形象。咱这个时阵，先做一个祈祷，然后要吟首回应诗了后，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你有一款对上帝来得到医治恩典的观点，来到主面前，大家同心要为你来祈祷。好，咱来先祈祷再来吟这首祈祷的诗，咱参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知影，阮对亚当夏娃犯罪了后，是进入到一个赎罪的世界。阮亲像去感染到迄个罪的基因，无法度人家己来拯救。但是主耶稣，你已经2000年前用宝血赎回阮啊，所以阮要勇敢壮大宣告，讲阮是主你赎回的囝子。是荣耀的身份，是属囝的身份，是要健康活伫荣耀中的身份。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上帝所赐福的。帮助阮因为这款的形象，阮勇敢壮大，人做见证，知影
阮会无共款，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你，我要同心为着需要的兄弟来祝福祈祷。愿主你也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阮中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要来吟这首异地的诗歌。伫咧吟诗的中间，我要邀请咱勇敢，其实你宣告讲，我是上帝所属会，我要有健康对主来的恩典。所以咱无论是你肉体有病痛，还是心神有软弱，有甚物心内的期待，要做的祈祷，咱行到头前，咱请长老，请咱的代祷团队，北甲小组长来服侍。咱原则上兄弟来服侍兄弟，姊妹来服侍姊妹，咱来吟首诗歌，使我自由。开始吟的时阵，咱就会当出来啊吼，来先唱2遍。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勇敢，好来到头前来，来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感谢主，请踴跃来到头前，大家做伙服侍，请同工开始准备。就自由，免伤客啊！乐可当当，请同工代祷同工会出来协助。搁一遍，咱搁唱一遍，来。使我自由的心啊，请长老，请小组长，请咱的代祷团队，大家踴跃到头前。我生活中忧愁，请代祷团队免客气，勇敢到头出来。主啊，主的心啊，你的德为就自由，虽然罪恶从我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咱先细声音乐，咱开始，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咱奉主的名来宣告，来为着咱需要的兄弟来祈祷。兄弟，咱座位中的兄弟，咱有缘灭倒，咱为着上帝施出伊的恩典甲配力，来施到医治伫咱的中间。咱开始搁线接，慢慢细声来吟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就自由，虽然罪恶乐可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咱一改主的心啊，主的心啊。请在座兄弟，咱做起立好无？出来各人吟一遍诗，主的神。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
世间虽然有劳苦重担，但是主的神，伊临到的时，就要互咱得到恩典，得到自由。牧师奉主的名来祝福咱每一位兄弟。是的，主我的上帝，你通过主耶稣基督来为着阮牺牲、受鞭拍，你有应允，阮就要得到医治。愿主你修饰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互阮知影，主耶稣已经替阮担当一切世间病痛的咒诅，我要得到健康医治、健康的自我形象。马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伫头前这兄弟姊妹，主啊，因勇敢甲主来告白讲，主啊，阮需要你，使阮健康，使阮对你来医治，使阮对你来平安。我啊，奉主你的名来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主应允，当阮将用祈祷带到主面前的时阵，主你就要听阮的恳求，阮拍门的主，你要甲阮开。爸上帝啊，愿你圣神亲自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包括伫阮线顶的兄弟姊妹，愿主的医治临到阮，伊是靠信心的医治，是上帝应允的医治，是上帝以赎罪保护带来洁净甲医治。感谢主，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拍拍感谢主，请坐。愿主医治到咱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咱个时间到，咱的聚会，咱准备请执事来收奉献。这时，请咱三甲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本月金句，这是请咱看周报最后一页。本月金句，咱要坐声来读两解，请。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5章10节，搁一摆。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这是10节，
这是由我来报告。咱看周报第2页，后主日敬拜服侍当天，司礼合牧师、司会秋怡执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咱看第2点。本会定伫后主日10月7日举行世界圣餐主日、圣餐礼拜，请咱同参加备办心。咱看第3点。本会第7期幸福小组进入第2时程，也就是对9月7到11月3，总共伫咱的牧区各小组有幸福福音的甲福音地会连续8个礼拜，要邀请咱会友会当为着各牧区小组的幸福小组的事工，参加来关心、参与也来带导。详细时间表伫第8页，咱会当家己来看、来关心。第4点，本会定伫10月13举行相连主日中央敬老会。敬老的名单伫今主日咱有放伫第9页的公告，请各牧区团队协助来确认名单。今年打满70岁，或者是咱的相连的新朋友有经证。请咱来这个办公室来做见证。咱看第5点，婚礼消息。本会龚硕文医师甲瑞玲小组长因的第2后生龚晨燕兄弟甲孟成怡姐妹，要定伫10月13主日下晡2点，伫台北捷南教会举行婚礼。愿上帝祝福。咱看第7点，丧礼消息。本会招文执事，也就是圣佑长老娘，伫顶礼拜5临时文主温调，安孝祝怀，享年60岁，要定伫10月12拜六早起8点半，伫市立殡仪馆来举行入墓甲火化礼拜。请咱继续为这个家庭来关心、带导，也恳求主怜悯，失去亲人的悲伤。咱看第8点，其他消息的报告。第4点，相连团契为着50年定做的这个梦中族的欠钱单已经到货请有定的兄弟伫礼拜后到伫办公室来取货来摕甲交钱。咱看门徒的培育事工。第1点，今年度的冠冕理财的课程一直拢有伫网络来招生。咱现主时有4位兄弟报名，望咱会当阁找到4位，然后8个人就会当来开课。请咱会当来做伙来学习圣经的理财的观念。第2点是咱的爱上陪伴的课程，到婚礼关怀的课程、智慧的选择课程，请咱会当来关心。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安尼朋友，因需要爱上陪伴的课程，你会当来甲伊关心，邀请伊来参与咱富强教会遮的培育的课程。牧区甲团契消息，请咱会当家己来看。有关第7页的奉献，如果有出入请来咱的财务人员经证。这是请牧师来补充。咱请亚音当讲吼，咱干事做一个报告的投影片，无放出来，无采吼，咱请帮忙一下，甲投影出来。我先来做报告吼，兄弟姊妹，咱教会吼，只有逐年吼，拢有一个轮休的这个改选吼，就中级的改选。周报第4页吼，第4页已经有来刊出，咱有长老候选人有24吼，有5位，要选出2位。咱执事候选人拢总有这个14名，要选出4名，就是讲2个长老4位吼，4位的执事。咱要伫10月27吼，就是1个月后来选举。请咱家己吼来备办心。有2项小会，有2项新的措施。第1项就是讲，咱旧年吼
在选即个执事的时阵，因为咱济人嘛吼，比如讲10几位选，啊投票的时阵吼，咱伫遐抢票会感觉讲时间足久，用足久吼。啊，所以咱小会是讲要来改试讲，亲像咱总会啊，甲咱中会咧选举安尼。咱第一次执事，因为较侪人候选嘛，啊名单一个济，咱要分做6组吼，啊咱要去3楼，由咱即个监票人员去抢票。啊，这个是6组，就是变成1/2的时间啊，吼，啊，较袂，我会记得算起旧年吼，咱选举的时阵差不多拢总执事第一次选举，啊咧抢票啊，抢1点钟，吼，我大家拢足有耐心，拢坐伫原位，拢无走的，啊，毋过咱想讲要甲节省起来，啊，互咱莫过头，吼。第二个措施是讲，咱有发现讲，啊，这候选人吼，拢照姓氏来排吼，咱遐姓较侪话的吼，拢排伫后壁，安尼无啥公平。咱即摆来学政府的选举有无？政府选举要抽签呢，啊，所以阮会招长老吼来公开来抽签吼，即个候选人啊，甲发送抽到1号，伊就是1号安尼吼，这是一个报告。啊，咱拄啊，即个任务内底有表露出来，我照因为即个伊改成自动走晓，自动咧走晓。啊，袂当一下走吼，安尼就无法度人个一个报告啊，袂要紧吼。安尼我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吼，几项的补充。安尼咱归去，咱接入到迄个好无？搁转来原来的报告。而且咧走，咱就无法度人口头说明啊吼。咱请搁转来原来的迄个程序，转来原来的程序吼。第一个我要搁补充的，就是讲后礼拜咱请来参加圣餐的礼拜吼，啊，咱做伙来领受圣餐来恭受主，做主的道。第三就是讲咱第7期的圣火小组吼，咱真感谢主，咱拢顺利咧进行的中间，啊，咱即礼拜嘛，搁有几啊组咧进行，咱为着因来祈祷吼，特别来甲因为着因守望吼。当然你若有感动要奉献，欢迎咱为着咱的经费来做奉献吼。啊，因为这个奉献拢用迄个咱的宣告基金来做奉献安尼。咱上年的名单吼，咱即礼拜较周报，后礼拜咱就要搭伫壁顶啊吼，伫公布啦。啊，咱有闹交有年会毋对的吼，也是迄个名单吼有错误，请咱大家来订正吼，来订正安尼吼。拄则咱会期执事有报告讲，咱大家做伙关心，就是赵文执事吼，伫9月20日受主恩调，要有定伫10月12拜六来做日播甲火化式，但是个别式要伫礼拜日，就是讲进前一天先做日播火化，隔顿讲礼拜下晡2点才伫教会，就是2礼拜后，要伫遮来做对事个别礼拜。咱教会若有兄弟来过用，咱拢足毋甘吼，特别咱。看见赵文执事呢，伊事实就是咱教会开设，伊就开始伫遮，但是咱教会上资深的会友之一啦吼。伊嘛做真侪服侍，伊少年就做执事哦吼。后担任细胞小组的组长、主日学圣官队、新平府关怀哀伤陪伴，这个事工吼。咱真毋甘伊的离开啦吼。我看见陈友长老伫即1、2冬嘛是足安尼无简单吼，陪伴伊咱虽然是毋甘伊的离开，但是咱是信仰上知影，伊已经无搁再受病痛的折磨受苦，伊已经享受健康平安伫天顶吼。所以咱也继续为着陈友长老的家庭来祈祷吼。咱也迄天若时间会好势，咱做伙来参加对书吼慰问安尼。好，搁做一个补充就好，就是咱第7期幸福小组这资料伫遮幸福小组有几句的迄款真重要的一个语录就对啦吼。伊有一句话讲，无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意思是讲，我为了要救一条灵魂，这看袂见的价值哦，我甘愿付出代价。所以咱的各小组吼，大家用尽心力，就best来办足侪水的活动有迄个破冰啦、唱歌啦吼。讲信息啦，讲见证吼，大家安尼讲18般语言拢出来，就是因为看见迄个看袂见的价值，所以我欢喜
付出时间、付出代价安尼吼。啊，第二句是讲，传福音毋是教会事工之一啦，毋是其中一项是火车头事工。教会若无传福音，即个教会存在的理由就差不多要无去啊，因为等于就一群人伫遐咧聚会尔啦，无迄个抢救灵魂的工作吼。啊，过来是咱有迄个哀伤陪伴吼啊。即礼拜吼，就要开始有一个当失去配偶一个影片，啊，咱教会若有失去亲人的，啊有需要关心的吼，你鼓励伊来看即个影片去报名。啊，有一个连续的课程，10月初7开始连续的课程，咱会当上网去参加。咱注意看周报吼，咱即个全台湾各地人拢有报名咧，毋是干那咱教会尔，各地人拢有报名吼。过来是鼓励咱参加英文查经班。咱第一场礼拜时间，当时咧做英文查经班。啊，你若是讲我要读英文，搁读圣经吼，你让第一场参加啦。啊，第二场才来做礼拜。搁第二是华语查经班，吼，是咱的马教授主持的。啊，拄则英文班是李伟教授安尼吼。好，啊，搁来就是咱顶礼拜有讲起，就讲即个大本的大字的圣经吼，买一送一啦。啊，所以足侪人签名讲我要买一组。啊，我甲我朋友也是我亲人分享，一人一本，啊，所以2100其实是一本1500安尼尔定吼。好，啊，即个我手中吼看到即个，大家有看到吼，哦，即用竹做的迄个钱筒啊，已经古早味的啦吼。啊，咱也有已经订好的人吼，咱礼拜三赶紧去迄个1楼来领，950吼。啊，我有听咱的会长讲吼，伊足巧甘副长老啊。讲先加订挂安尼，若有人买吼，会当搁去问讲啊有剩无？有剩我要搁加买安尼啊。但是新娘吼，遮个已经登记的人吼，已经登记的人安尼啊，用安尼啊，甲咱做提醒甲报告吼。啊，望讲啊，咱继续吼，为着啊咱的教会幸福小组的进行来祈祷，愿主保守吼。啊，我有看咱的陈校长老嘛，有来咱中间啊，咱也替伊祈祷吼。啊，对即个家庭祈祷，安尼用安尼做报告，多谢。上营，请来吟上营诗歌400首，愿上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厅堂，亲像长老活水，你望无暗暝看见主的光。当心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保守，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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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来默祷。咱圣乐队唱完祝福的诗，然后再离开，多谢。今仔日第一堂的礼拜到这，请咱彼此来请安。